看这个桃园市的清洁队员，防骂、防拍、防攻击，讲这半年来就发生5件，理由是800款。有民众不满粪扫车踏车迟到，有民众不满粪扫车无停伫伊的头前，害伊爱搁加行路，也搁有民众粪扫分类做了无好势，未堪的清洁队员甲念几句啊。上离经的是，甚至搁有民众甲粪扫夹入去驾驶座。桃园市环保局讲，要提出着告诉，要来捍卫着公权力。清洁队员权益促进会是希望市府针对沿线清运粪扫这件代志做一个检讨。执行公务到一半，雄雄听到动车门声音，副驾驶拍开车窗一个看，结果也未付反应，粪扫当日风飘入来，清洁队员惊甲紧甲粪扫弹出去车看，想不到粪扫搁风弹动来，内底搁有尖尖的物件，真危险。清洁队员去甲叫民众动气，对方无想要插起，敢若因为罗德区粪扫车踏车前12分钟到，就互伊真无欢喜。没有定点，怎么我们没有出来？观音区某民众手提棍仔，大声话是安怎被当等粪扫，甚至搁动手甲人拍。汤市清洁队员最近是做甲真险，7号新屋有一个民众无欢喜等粪扫，爱加行几步路，竟然就骑乌托邦砸粪扫车。17号观音区因为粪扫车防阻挡，就摕棍仔甲队员拍。大溪区嘛发生防要求订分批，就直接甲田阿嬷为队员的边界剪落。罗德区是发生甲粪扫牵去车内，飞过一件，坐过坐要死。滴滴传出事件，嘛互汤市环保局提告，捍卫公权力。目前已经完成搜证，也要向警局来报案。我们决定依司法的途径，为我们的队员讨回公道。只是粪扫车因路径分状况嘛真济，有一寡简方提供互大家参考。亲像会当车出面头尾到3工，含查清运地点直接去等，或者是找其他清运时段含落单。另外还要彻底检讨迎接收运的政策，不要让基层清洁队员承担这些风险。工会希望会当重新检讨收粪扫政策，环保局嘛呼吁民众爱理性，莫互辛苦的清洁队员，搁一摆受到攻击和侮辱。Hello， 我是冯维之，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